Hello，各位書友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心情剖析一本足以令你原地重生嘅神書。如果你平時生活入邊成日覺得心好攰，覺得身邊啲人好難搞，或者成日因為人哋嘅說話同行為而心掛掛，咁呢本由 Mel Robbins 寫嘅《The Let Them Theory》絕對係你今年最需要讀嘅心靈解藥。點解我哋活得咁辛苦？控制欲嘅陷阱。首先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努力去維持一段關係，或者好用心去建議身邊嘅人應該點做，但係結果對方完全唔領情，反而令你自己一肚火？我哋好多時嘅痛苦其實係源於一種過度嘅責任感。我哋想控制朋友點樣對我哋，想控制伴侶變得更好，想控制同事唔好背後講是非。但係事實係呢一個世界除咗你自己之外，你其實控制唔到任何人。Mel Robbins 話俾我哋聽，當你試圖去控制你控制唔到嘅嘢，你其實係親手將自己推入焦慮嘅深淵。二、核心哲學，乜嘢係 Let them？Let them 呢兩個字翻譯成我哋最親切嘅廣東話，其實就係嗰句由得佢哋啦。聽落好似好簡單，甚至有啲似擺爛，但其實呢個理論背後有一套好深層次嘅心理學邏輯。作者提出，當你內心產生憤怒、失望或者委屈嘅時候，你可以試下對以下呢一啲情況講聲 Let them。當你被排擠嘅時候，如果你發現班朋友出去玩冇叫你唔使去質問，亦唔使喺屋企偷偷地唔開心。Let them 由得佢哋唔叫你，因為呢一件事反映咗佢哋嘅選擇。二、當人哋有唔同價值觀嘅時候，如果你見到身邊嘅人做埋啲損人不利己嘅決定，你想勸但勸唔聽，Let them 由得佢哋去犯錯，因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去經歷自己嘅人生課程。三、當人哋評價你嘅時候，有人喺背後對你指手畫腳，話你份人點，Let them 隨佢哋講，因為佢哋嘅嘴巴係佢哋嘅，你管唔到。三、深度拆解，點解由得佢反而係一種強大？好多書友可能會問，博主，如果我咩都由得佢，咁我咪好軟弱，我咪係任人欺負？大錯特錯。The Let Them Theory 最震撼嘅一點係 Let Them 唔係一種退讓，而係一種奪回自主權嘅戰略。一睇清真相 ，Letting them show you who they are，呢個係全書最精彩嘅觀點。當你唔再試圖去控制、去說服、去強迫人哋跟隨你嘅劇本行嗰陣，你會發現一個驚人嘅事實，人哋終於可以展現出最真實嘅一面。如果你由得你個男朋友唔主動聯絡你，你先會睇清楚，原來佢真係唔係咁緊張你。如果你唔去干預，唔去求佢，你得到嘅先係最真實嘅數據。咁樣你先可以基於真實去決定下一步點行，而唔係活喺自己嘅幻想入邊。二、停止心理內耗。大家試諗下，你每次喺心入邊同人哋開會，諗緊點樣反駁人，點樣教訓人，點樣令對方明白你，其實係幾咁消耗能量。Let them 就好似幫你個腦熄咗啲唔需要嘅 background app 一樣，將啲能量攞翻嚟，投資喺你自己嘅目標、你嘅夢想、你嘅身心健康度。四、實戰應用，點樣喺生活中實踐？Mel Robbins 喺書入邊提供咗好幾個應用場景，我幫大家整理咗幾個生活化嘅例子。場景 A， 社交場合，當你發現某個朋友成日放你飛機或者約親都遲到，以前你可能會好嬲，覺得佢唔尊重你。實踐今次 Let them 由得佢放飛機，唔好再去追問點解，而係利用呢個時間去睇場戲或者做自己中意嘅嘢。透過由得佢，你其實係觀察緊呢一段友誼係咪仲值得你花咁多心機。場景 B， 職場關係，有個同事成日喺老闆面前攞彩或者搶你啲 credit。實踐 Let them 由得佢去表現自己，你做好自己份內事，保持專業。當你唔再將情緒掛喺對方嘅小動作上面，你會發現自己做嘢效率高咗，而且老闆遲早會睇到邊個先係真正有實力嘅人。場景 C， 親密關係，你想另一半早啲瞓，食得健康啲，但佢偏偏要熬夜食公仔麵。實踐 Let them， 佢係一個成年人，佢要為自己嘅健康負責，你只需要做翻好你自己嘅健康生活。當你活得好，精神好，嗰種吸引力反而可能會令佢自發性想改變。五、博主嘅心底話，呢本書對我嘅啟發。讀完呢本書，我最大嘅感觸係，我哋好多人都係管家婆性格，想管晒全宇宙。但 Let them 教識我，最高層次嘅愛同尊重，其實係俾人哋空間去做佢哋自己。當我開始練習由得佢哋啦，
我發現我同屋企人嘅關係好咗，因為我少咗囉嗦。我做嘢順咗，因為我少咗糾結人哋嘅意見。最緊要係我發現自己內心平靜咗好多。6次粉絲們嘅總結，各位粉絲，如果你覺得人生好似一場永遠打唔完嘅仗，如果你覺得身邊每個人都係針對緊你，我真係好建議你買呢本書翻嚟睇，或者聽下 Mel Robbins 嘅 podcast。記住，你嘅精力係好寶貴㗎，唔好浪費喺一啲你控制唔到嘅人身上。人哋唔認同你 ，let them；人哋唔中意你 ，let them；人哋唔跟你嘅建議 ，let them。當你大方咁對世界講聲 let them， 你先至會發現原本嗰對一直緊握嘅拳頭終於可以放開，而去擁抱真正屬於你嘅幸福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都覺得 let them 呢個理論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下你最想由得佢嘅一件事情係乜嘢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